微笑讲客语，米米笑讲客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学客家话的时候咯。你有没有每天米米笑讲客话呢？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，最喜欢过年了，然后呢就好热闹哦。传统的客家庄呢，通常在农历的12月25叫捏年嘎。捏年嘎，什么叫做捏年嘎呢？意思就是开始进入了准备过年的时候咯。所以通常家庭主妇都会非常的猛喊七擦，就是非常的忙碌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攀年货。攀年货就是办年货，哎呦，我这时候很喜欢跟着去的呢，因为你就可以怎么样子呢？看看自己要买一些什么东西，给妈妈出主意。那刚刚我们说到过年的时候，非常的猛喊七擦，就是指很忙碌。有这么一句话可以这么说：年三亚西猛喊七擦，这样的。年三亚西就是年3夜4，就是指快过年的这段时间呢，猛喊七擦，意思就是很忙，very busy。这样我们的不能出去哦，你不要找我出去，我很忙的哟，猛喊七擦喽。好，再来我刚刚说到去攀年货、办年货的时候啊，小孩子最喜欢呢，家里的妈妈买一大堆的朗达。朗达就是零食，用手去捏的嗑瓜子啦、花生糖这一类的。我就常听我妈妈念我爸爸，我闺女是按你朗达达不，就是不要整天吃这些零食。我想到一个英文字很好玩，英文这种像 potato chips 啦，用手去捏的东西啊，异曲同工之妙。他们说的是 finger foods， 用手指去捏起来的食物了。好，继续我们来看，在农历29的时候要拜天公。那么拜天公之前呢，要先把门帘，就是门帘给它贴好哦。说到门帘呢，我必须要提一个五福联。好，五福联呢，其实就是福禄寿喜财、五福临门的意思了。那么说到此呢，我们要教一句话，过年的时候你可以跟长辈说什么呢？阿公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下次记得跟客家人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